今日做呢套呢，就係合家拳，鄧振光師傅教我嘅八段錦，合家拳嘅八段錦，又叫白式功，又叫益壽功。通常呢，開始係送自然呼吸，起式，兩手平提，雙龍速海，反掌收拳，二虎藏中，合掌上穿，直衝燒烘，左望呼氣，吸氣回正，右望呼氣，吸氣回正，腳趾找地，腳踭離地，咬實牙，呼氣落地，彎腰昂掌，井底明堂，合掌向胸前，畫弧中抱，懷中抱月，反掌上托，昂舉蒼天，下蹲托手，三盤落地，反手收掌，順手牽羊，收息，吸氣，呼氣，立正。呢個呢，就係鄧振光教嘅合家八段錦。咁打一次呢，唔講嗰個口訣因為我學藝不精好多時會打錯肯定唔咩嘅，到時再去請教鄧師傅。今次打多一次唔講口訣嘅，立正，吸氣，起式丁字步，重心左移回正。呢個就係鄧振光師傅教我嘅，到時再請教下，大家可以跟住練，每一日做3次呢，就會好舒服嘅，整身血氣拉筋全部打通。